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聽到呢個分主題呢，可能就覺得我講加拿分言啊，唔係嘅。今日呢，其實講道呢係我極力爭取翻嚟嘅，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呢，合一主日呢通常都揾個外邊嘅交換講壇，揾個外邊嘅牧師。跟住我一睇，咦，去咗禮拜五，去咗禮拜六，禮拜日去咗牛中喎。跟住我就哇，林俊牧師可唔可以俾我有機會去分享啊？因為呢，今年啱啱好係循道衛理聯合50週年。咁合一主日唔講循道衛理合一，講邊個好呢？係咪？咁我就話等我嚟啦，咁樣，讓我哋一齊祈禱啊！上主，願我口裏嘅言語、弟兄姊妹心中嘅意念，都喺你面前蒙悅納。阿門。教會咧，按住聖經嘅教導咧，係一個要強調合一嘅群體，但係咧，強調合一啫，架構係好分裂嘅。你有冇發現耶穌差遣我哋去同我哋講嘅時候，你哋要好似我同天父合一一樣，同時咧，你哋要去將福音傳到耶路撒冷、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一方面就係要合，一方面就係要分。所以咧，老實講咧，成個教會嘅歷史咧，即係分裂嘅歷史。教會最合一嘅時候，知唔知係邊時啊？使徒行傳第2章。大家好開心，一齊恆心嘅彼此同心合意擘餅，一齊分享食物，跟住咧一齊咧去將財物去公用，呢個係最合一㗎啦。過咗幾章就開始有啲人咧奉獻就扣起嚟啦，跟住咧又有講希臘話啊、希伯來話啲人去鬧交啦，一大抽咁嘅嘢。教會嘅歷史2000年嚟，其實我哋做分裂嘅嘢咧係多過合一好多嘅。你睇下，就算正話讀加拿分言，耶穌同阿媽都唔啱牙啦，婦人啊咁樣去喝佢啊。咁如果你有基本嘅教會歷史嘅知識咧，其實我哋循道衛理宗係由邊度分裂出嚟嘅？聖公會係啦。約翰衛斯理想唔想分裂㗎？唔想㗎嘛，係咪？但係最終因為1784年，首先分裂咗衛理公會出嚟，就係因為按立主教嘅問題。跟住之後咧。1895年，約翰衛斯理死咗啦，1891死咗啦，跟住就英國循道公會脱離聖公會。1845年，美國嘅衛理公會咧，因為黑奴嘅問題，分為南同埋北。跟住之後，1860年，因為制度嘅問題，分咗一個叫做循理會出嚟。跟住之後，唔好講咁多，其實好多分裂嘅。講個最近嘅，2022年，知唔知有個分裂啊？就係美國衛理公會，因為同性戀 LGBT 嘅情況又再分裂，所以教會我哋自己本身都係不斷分裂嘅歷史。返到香港，我哋本身都係分裂嘅。傳統來自英國源頭嘅教會係咩教會啊？循道公會係嘛？咁衛理公會來自邊度啊？美國源頭啦嚇。咁其實實際上最初嘅分裂咧，其實都唔係因為美國同英國嘅問題。喺香港最初嘅分裂咧，係因為講廣東話同上海話嘅問題，或者講國語嘅問題。其實1970年代咧，我哋講過觀塘堂要同神愛堂翠屏村嗰度聯合㗎，最尾聯合唔到啊，因為佢講國語，我哋講廣東話。所以其實呢個嘅過程咧，係我哋到今日仍然係分開住。我哋本來就係唔同。甚至咧，我哋最享受就係分開嘅好處，係咪？簡單啲嚟講，就係廚房最好唔好有人入嚟搞我，係咪？咁我平時煮飯，我老婆一嚟搞我，喝佢噶啦。正常嘅，人都享受嗰個分裂自己嗰個小天地嗰個好處。但係當我哋翻到聖經，今日睇下哥林多前書12章，其實佢強調我哋係有好多個唔同嘅角度，但係我哋都係彰顯同一位嘅主。嗰度第4節、第5節嗰度就話，恩賜有好多種，卻係由同一位聖靈所賜；侍奉有好多種，卻係侍奉同一位主；工作都有好多種，卻係同一位上帝喺萬人之中運行萬事。其實喺信仰裏頭有唔同角度，好簡單啫嘛，係咪？包括我同你肯定喺信仰裏頭都係唔同，包括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到上帝。好多時候有人俾意見你，最簡單嗰樣係咩啊？意見接受，係啦，大家都明啦嚇。於是大家就分裂啦，初則就口角，繼而就動武。咁呢個都係歷史上好正常嘅嘢。其實未必會動武嘅，用腳投票咯，咪實際上唔翻嚟咯。大家唔見啊，最開心啦。大嘅話，其實我哋教會都經過
即係呢個小嘅話，教會我哋都經歷過出走潮；大嘅話，甚至好多場戰爭都係因為宗教興起嘅。我哋今日成日講邊個宗教改革啊？馬丁路德，你知唔知死咗幾多人啊？淨係宗教改革，淨係為咗呢壇嘢打咗100年嘅仗，死咗幾十萬人。所以佢哋淨係爭論啲嘢，有時你覺得好無聊嘅喎。嗰塊聖餐餅，嗰塊餅係咪真係基督嘅身體啊？定係佢只係一塊餅啊？真係好無聊嘅喎！你今日諗嗰塊餅係基督嘅身體，同係都係你諗嘅啫嘛？你諗佢係定係點咧？定係佢真係變咗咧？呢個你今日諗，都唔同嘅角度啫，都幾好啊咁樣。但係當時嘅人就係為此要生要死打仗。但係正面嘅角度，分裂咧可能都係幾好嘅喎。分裂嘅人咧，通常都係對信仰特別認真嗰堆嚟嘅喎。好認真信仰嘅喎，佢哋好想喺自己嘅環境度實踐佢哋嘅信仰，但係做唔到啫喎。佢哋分裂出嚟嘅視野，可能喺大公教會嘅框架裏頭咧，係豐富咗我哋對上帝嘅認識嘅喎，彰顯緊上帝嘅榮耀嘅喎。例如浸信會出現之前，你知唔知有1000年冇人再係浸洗㗎？個個都係灑水㗎。就係因為浸信會出現，佢話其實耶穌係浸洗㗎 ，baptism 就係要浸入水裏頭，所以佢哋就帶嚟咗一個教會嘅新嘅視野。我哋亦都經歷過好多好正面嘅分裂，就係細胞小組要點啊？爆組分裂嘅。我哋亦都試過植堂、觀塘堂，我哋植過大埔堂、藍田堂、將軍澳堂，我哋將我哋最優秀嘅弟兄姊妹差出去，但係每一次植堂，我哋作為母堂都係元氣大傷，因為我哋將最好嘅派咗出去。當然，即係有啲時候我哋係唔捨得舊朋友，我哋唔捨得喺我哋嘅環境當中去生活。我都記得自己飲茶嗰堆朋友，由出世到依家都換咗5批啦。我哋唔捨得嗰個嘅更換，但係變幻可能就係永恆啦嚇。轉換都有個好處，就係讓到我哋見到更多新嘅視野同埋新嘅體驗。所以合一主日第一樣講嘅嘢就係分裂嘅分啊。其實分裂嘅分可能真係會導致我哋有啲損失，有啲失去。但係呢個係教會2000年嚟嘅常態，亦都分裂讓到我哋更加多嘅角度見到上帝，睇到上帝嘅多角度，拉闊咗成個大公教會。如果分裂呢，我嘅角度會係手腳唔協調啫，就唔係截肢。你截咗肢就冇咗噶。但係如果你睇佢係手腳唔協調，大家都係做緊啲唔同嘅嘢，但係都係一個身體，彰顯緊同一個上主。咁呢個分裂就係有意義啦。咁協調梗係更好啦，但係唔協調都係常態嚟噶嘛，係咪？第二個分啊，就係結婚嘅分。分裂唔容易嘅。好傷嘅，結婚更加困難，聯合係最困難嘅啦嚇。即係如果你結過婚，你都知道每次結婚你都要放低好多屬於自己嘅。對唔住，我錯。如果你結過婚，你都知道結婚嘅時候要捨棄好多嘢㗎嚇，放低好多自己嘅堅持，為嘅就係成個家庭嘅成長同埋建立啊。教會歷史咧喺1900年開始流行合一運動。嗰個年代咧，大概到1970年左右嘅終結啦。所以咧，其實我哋話嘅循道公會，我哋話嘅衛理公會，其實都係聯合而嚟嘅。知唔知循道公會以前叫咩名啊？叫做衛斯理會，禮喎，衛斯理啊嚇。衛理公會以前叫咩名啊？叫美爾美會，叫做監理會。韓國你去過韓國嗰啲個個都叫監理會嘅，叫做美普會。即係呢啲係我哋之前嘅名，呢兩個名都係聯合嘅名嚟㗎啦。點解叫公會啊？就係大公嘅教會嘅聯繫。甚至呢段時間喺我哋中華大地裏頭出現咗好多聯合嘅事工。第一個就係你手上揸住嘅和合本聖經，知唔知係咩年份啊？1919年新文化運動嘅時候。第二個聯合嘅事工，又係你手上揸住綠色嗰本普天頌讚，佢第一代係1936年出嘅。
呢啲都係教會好努力合一嘅一個表現。佢希望全個中國嘅教會可以用到同一本嘅聖經，用到同一本嘅詩集去讚美同一位上帝。但係普世教會合一嘅真正嘅興盛係幾時呢？係二次大戰之後。知唔知點解啊？阻住嗰啲死晒，好慘嘅事啊！但係真係即係教會嘅前進，其中一個佢嘅情況就係嗰時老嘅嗰批或者係後生嗰批，成個世代係改變晒，死晒嘅導致係乜嘢呢？就係導致教會唔夠人啊！教會唔夠人嘅時候，大家就唔係淨係諗啊，我要堅持呢樣，我要堅持嗰樣，我連教會都維持唔到落去啦。於是佢哋就尋找更多合一嘅機會。大家亦都知道戰爭同埋分裂嘅災害，所以佢哋更進一步，更加知道要合一。但係你知道咧，教會合一嘅嘢咧，老實講都好表層嘅啫，係咪？最叻咪今次揾咗中華基督教會旺角堂嘅牧師嚟講道。揾個外邊嘅人嚟講道咯，交換下講壇，搞下活動，一年有個合一主日，最叻係食下飯。但係你有冇發現，通常呢啲合一呢，都係嗰啲全職同工嘅合一嚟㗎。我哋教友好少去其他堂會去聚會啊，去識佢哋啊，建立嗰個合一，完全組織嘅合一係更加艱難嘅。喺華人教會裏頭，喺教會歷史上面，呢個100年內得3次嘅合一嘅啫。係成功嘅。第一次合一係1926年，就係中華基督教會。當時公理中嘅教會，佢哋願意喺埋一齊成立一個中華基督教會，一個教會。但係嗰個係鬆散嘅聯合嘅，佢哋叫做總之佢哋鬆散聯合。你一睇糧單你就知㗎啦，佢哋叫做合一非一律。總之我哋唔係一律，但係我哋合一咁樣。第二次嘅聯合呢，係喺新中國成立之後，1951年韓戰爆發，1958年聯合崇拜，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同埋中國基督教協會兩會嘅興起。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神學嘅聯合，亦都係實體嘅聯合，但係呢個係外力導致嘅，呢個係第二次聯合。第三次聯合就係我哋嘅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嘅聯合。我哋聯合呢，就冇討論過神學嘅喎，好有趣喎。佢哋冇討論神學，主要係行政架構嘅聯合。老實講咧，早期嘅循道衛理會都係唔講神學嘅，直到江大衛先生出現、林崇智牧師出現，先至討論循道衛理會嘅神學究竟係乜嘢嘅啫。今日我哋睇嘅哥林多前書，強調咗我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聯合嘅一個嘅睇法。喺第6節嗰度話，工作有好多種，卻係同一位上帝喺萬人當中運行萬事，聖靈彰顯喺各人身上，要使人得益處。有人藉住聖靈去領受智慧嘅言語，有知識嘅言語，有信心，有醫病嘅恩賜，有行異能，有作先知，有辨別諸靈，有說方言，有翻方言。其實佢哋嗰個時候聯合嘅一個視野，就話我哋要結合我哋彼此嘅長處。當循道公會同衛理公會聯合嘅時候，佢哋討論，我哋兩邊有啲咩自己最叻呢？循道公會話自己呢，我最叻呢就係1884年就扎根喺香港，認識香港講廣東話嘅群體，跟住呢，同時呢，我哋就興辦教學，嗰時呢，就興辦咗循道中學、循道小學，起咗好多好好嘅學校。當然我哋都知我哋自己都有好好嘅學校，觀塘循道幼稚園、觀塘循道小學都係我哋好好嘅學校。咁當時聯合嘅時候，循道公會有5間堂會，數唔數得出嚟啊？依家香港堂、九龍堂、安素堂唔係循道公會，北角堂、觀塘堂同埋愛華邨，啱啦啊！呢5間堂就係循道公會嘅堂啦嚇，但係有3間都1963年開嘅，所以1963年係循道公會嘅
轉折位啊！至於衛理公會，我相信我哋大家冇咁熟嘅。佢原本咧就唔係喺香港嘅，佢係由即係內地，主要喺上海啊、福建啊嗰啲地方落嚟啦。因為喺中華民國嘅年代咧，循道公會同衛理公會咧暗揀地有個不明文嘅諗法咧，就係有循道嘅地方就冇衛理噶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分裂咧，發揮更大嘅福音嘅果效。但係1949年，大量嘅北方人嚟到香港，因為嗰個唔明文嘅協議咧，最初衛理公會就話：不如我嚟參加循道公會嘅崇拜啦。佢哋就問香港堂黃仲海牧師，佢話：可唔可以淨係開啲國語嘅聚會啊？等我哋啲人參與啊。跟住黃仲海牧師話：我哋禮拜日已經有5堂6堂崇拜啦，搞唔掂啦。禮拜日已經廣東話都唔夠位啦，因為嗰時1945到1949教友加咗1倍有多啊。咁所以嗰時咧，佢就話：衛理公會你自己揾地方聚會啦，我唯一俾到你嘅就係水手館，俾一層你做 office 嘅啫。就係因為呢個更換環境，戰後正我講過戰後啦，換環境啦，成批舊嘅人離開晒，所以原來合一嘅道路就係咁樣開始咗。由衛理公會第一日嚟香港，佢已經同循道公會係隨時準備合作。因為戰後咧，好多美國教會嘅錢咧就捐嚟中國，希望推動重建啊。咁嗰時咧，嗰啲人唔可以去內地啦，嗰啲錢又唔可以入內地咧，於是嗰啲錢去晒邊度啊？同埋台灣係啦，兩個地方。咁衛理公會因為得到呢啲海外嘅經費咧，於是就大量係購堂同埋建堂，大量提供社會服務，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派麵包啦、派牛奶啦，大家都知啦。興辦醫療嘅設施，例如大家都知道我哋教會有一間醫療嘅診所係乜嘢啊？楊震係啦，楊震嘅牙科診所仲有一間嘅喎，但係執咗。細個唔知你有冇睇過，叫做蒲氏 X 光化驗所，喺尖沙咀嘅。嗰時佢因為嗰時香港好多肺癆啊，所以咧佢專門開 X 光幫你照肺。另外咧，我哋仲有援建咗我哋循道衛理中最出名嘅4條基督教新村，知唔知係邊幾條村啊？亞斯利村、愛華村、衛斯理村喺大坑嘅。係啦，仲有咧，愛德村喺大埔嘅，執咗啦，又係4條村都執晒啦，得翻個愛華村堂同埋得翻亞斯理堂啫。咁呢啲都係兩個教會一齊合作去完成。而喺衛理公會聯合嘅時候，一共有9個堂，我就唔使你數啦嚇。總之你記住，地名就係循道公會，奇怪嘅名就係衛理公會。即係人名啊，例如安素堂啊，例如咧叫做神愛堂、主恩堂、信望堂嗰啲，信望愛嗰啲就係衛理公會啦嚇。佢哋合一嘅時候冇討論過神學㗎，但係討論實體嘅合一、行政架構嘅合一。但係依啲都一啲都唔容易啊！呢個婚姻，因為第一佢哋都唔係自己話事嘅，循道公會係英國人，我哋嘅海外傳教區，衛理公會係叫做台港聯議會，兩個都唔係由華人去話事嘅，係美國係有美國人嚟做主教嘅，有段時間。再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即係佢哋個歸屬權唔係屬於自己。第二個問題啦，錢喺邊度嚟啊？啲錢係屬於邊個呢？聯合咗之後點樣分呢？循道公會同衛理公會嗰時人工唔一樣嘅喎，循道公會啲人高啲喎。跟住咁牧師啱啱唔加人工咧？嗰時你記住8年內嗰個通脹係50%。你諗下以前豆領一碗粥，依家22蚊一碗啊，大佬！即係你要記住係嗰個係加得好快，所以牧師唔加少啲人工，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轉變，令到雙方可以持平。我聽晒4個培靈會，你有冇聽先？我聽晒4個。阿盧龍光牧師話循道月頭出糧，衛理月尾出糧。跟住佢話長期糧尾搞唔掂，咁呢個就係佢哋最尾 compromise 咗，係月中出糧，係啦，唔知係咪啦嚇？佢係咁講啦嚇，即係呢個大家肯讓都係好重要嘅。第三就係話事權嘅問題。
當時循道公會7000個人，衛理公會2000個人。簡單啲嚟講，好多衛理公會嗰時嘅人話循道食咗衛理。到底你應該繼續係用循道公會嘅會長制度，定係衛理公會嘅會督制度呢？我唔知林崇智牧師你想唔想做會督啊？你係佢唔答我啦嚇。咁咧就感恩當時喺聯議會嘅嗰個去殖文化嘅潮流底下咧，佢係大力支持當地教會嘅合一，將所有香港嘅教產都係俾咗新成立嘅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甚至牧師願意慢慢加人工。嗱，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嘅錢嘅問題。至於話事權嘅問題，因為其實衛理公會嘅教區長梁林開牧師，佢非常嘅謙卑，非常願意捨棄，佢後嚟成為咗衛理公會嘅會長。即係加上當時啲會督嘅氣場好大，大家都唔係好中意啲會督啊。咁咧，所以咧，我哋採用咗會長嘅制度。早期嘅聯合咧，就係要分得都幾清楚嘅。循道要做會長，衛理就做副會長，循道就做師傅，衛理就做書記，係啦，嗰時係咁嘅嚇。因為佢冇一啲參考嘅模式啊，咁所以佢哋就係分後就係大家分得清楚啲先，跟住再慢慢融合，好似分房瞓先，跟住之後咧就再聯合。所以以前咧，如果你睇過教會嘅法規，有一個叫循道教區，一個叫衛理教區嘅，依家就冇咗啦。最尾經過嘗試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咗即係三結合：宣教牧養、社會服務、學校教育嘅三個結合，就成為教會發展嘅方向。要記住今日哥林多前書保羅所講嘅，無論係希臘人，無論係猶太人，為奴嘅係自主嘅，都係從一位聖靈成為一個受洗，成為一個身體，並且共享呢個聖靈。我哋真係來自唔同嘅背景，我哋聯合教會就係來自一個唔同嘅背景，但係因為同一嘅聖靈，同一嘅主宰，我哋能夠延續到呢50年嘅呢個嘅過程。經過50年，雖然恩賜係唔同，但係起碼今日好少人講我係循道嘅，你係衛理嘅，少咗好多啦。但係好詭異喎，我琴日咧去開總議會常務委員會，發現咧會長係循道出嚟嘅，副會長係衛理出嚟嘅，書記係循道出嚟嘅，師傅係衛理出嚟嘅，所以係好詭異地繼續係做緊呢樣咁樣嘅互相嘅即係結合啊。咁啊〜但係合一就係我哋彼此放低自己堅持，我哋唔再講呢啲我係來自邊度，我係來自邊度，而係我哋都係循道衛理會嘅人。喺合一嘅時候咧，出過一本小冊子嘅，叫做《為什麼要合一》。咁咧我就請阿台傑咧印咗20本擺喺後面，亦都咧喺你嘅週刊咧最尾嗰版咧呢個嘅講道大綱嗰度咧係有一個 QR code 嘅，你可以掃啊。一張紙就睇晒㗎啦，嗰時都係大家都中意睇得短啦嚇。咁佢喺裏頭咧就講到咧1968年嘅出版嚟嘅，佢咧就話喺唔同嘅傳統、唔同嘅組織教會聯合喺埋一齊嘅時候，每個教會都會將佢嘅特殊貢獻帶入新嘅聯合教會。我哋係同一個身體，我哋共享呢個聖靈，我哋一齊貢獻喺呢個聯合嘅群體當中，為成個宗派、為普世教會出一分力。係啊，唔單止係聯合教會，更加係普世教會嘅一員。所以你會見到啲牧師嘅牧師帶上邊咧，你有冇睇過佢畫住咩符號嘅？一個就係循道衛理會最初嗰舊 logo 啦，另一邊係一個三角形嘅，嗰個係世界循道衛理宗協會嘅 logo， 就代表我哋係普世教會嘅一員。但係你要記住，我哋嘅合一只係行咗2步啫。第一步就係循道衛理會嘅合一，第二步知唔知係咩嘅合一啊？英語堂嘅合一，我哋淨係行咗2步啫，但係仲有好多步咧。我哋嘅親戚循理會咧，我哋嘅親戚救世軍咧，我哋嘅阿媽聖公會咧，可唔可以拉去更加大嘅合一嘅群體咧？我哋依家開始，我哋參加咗好多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上個禮拜堂區議會，我哋都會嘗試加入香港基督教聯會，但係離主國度裏嘅完全合一，記唔記得？我哋成日聖餐禮文讀主國度裏嘅完全合一啦，仍然有好大嘅距離。所以呢個係婚姻嘅婚，正話第一個婚係分裂嘅婚，依家係婚姻嘅婚。第3個婚係糾紛嘅婚。
其實每一段嘅關係一定會鬧交，一定會有糾紛嘅。好似哥林多前書第12章嗰度後啲啦，就下個禮拜嘅經課偷讀啊。如果全身係眼，聽覺喺邊呢？如果全身係耳，嗅覺喺邊度呢？糾紛一定有嘅，但係影唔影響係見仁見智啦嚇。你話50年來教會有冇糾紛呢？成日都有，年年都有。近嘅大家傷感情啊，唔講啦嚇，講遠嘅。喺教會聯合嘅時候呢，有幾個糾紛，知唔知第一個嘅神學爭論係乜嘢？好有趣嘅，就係究竟一個基督徒一個非基督徒可唔可以喺教會結婚？呢個係第一個聯合教會嘅神學爭論。佢哋就問呢個問題嘅時候，觀堂堂點講呢？你覺得？好有趣嘅，真係。觀堂堂嗰時，堂主任係咪白惠德牧師啊？應該佢咧就寫咗一封信，寫觀堂堂堂區議會傾完之後，決定堅決反對，只可以兩個都係基督徒嘅喺教會行禮。但係咧，衛理公會嘅傳統咧就話按情況而定啦咁樣。北角堂咧就仲做埋意見調查添，佢就你估咩年紀嘅人覺得係可以一個基督徒一個非基督徒即係結婚啦？後生嘅定老嘅？老啊！後生個個都話堅決反對啊，老嘅就話睇情況啦咁樣啊。即係呢個係神學爭論咧，影響咗我哋教會49年，到今日我哋亦都係只有國際禮拜堂先可以有一個基督徒一個非基督徒喺教會裏頭行禮。好，之後又有一個討論咧，爭執咗好耐嘅。1980年代嘅就爭執咧，我哋攞唔攞賽馬會錢？微弱比數通過嘅啫，重要議案嚟噶嚇。但係我哋堅決唔要咧，到今日仍然有人去抱怨㗎，因為依家政府咩錢都透過賽馬會出㗎嘛。跟住亦都係政府咧開始用第二個基金，叫做咩基金啊？獎券基金。咁獎券基金攞唔攞咧？我哋冇討論呢個問題，咁所以最尾就依家我哋攞獎券基金冇攞賽馬會錢，但係其實對於即係嗰個理解嚟講係點呢？即係最尾係今日政府係透過呢個模式係俾錢我哋啊嘛，咁但係我哋總之咧你就唔好寫循道衛理賽馬會觀堂堂就得啦，或者外邊嗰個循道衛理賽馬會樂學兒童中心咁啊算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嗰個折衷點，因為依家嗰個政府批款嘅方法就係咁，所以呢個又係40年前嘅神學，唔係神學嘅行政討論影響直到今日。再嚟一個紛爭，呢個李炳光牧師親口講㗎，我戴頭盔唔係我講嘅，佢公開講嘅嚇。佢話佢當年調派去到安素堂，就住喺林崇智牧師依家屋企嗰個位。咁咧就牧師換人就要裝修下，油浸油都要啊嚇。當時1980年代，佢係循道公會嘅牧師，調去衛理公會嘅大本營喎。跟住佢話：你係循道食咗衛理咯，我唔幫你，我唔幫你裝修啊！其實有一段時間真係彼此之間嘅誤會係好深嘅，暗中抵制牧師嘅來臨。至於點樣去解決呢？時間咯，透過聯合嘅時間。日久見人心，彼此嘅結合，彼此嘅認識啦。我偷偷再讀一下下個禮拜經課。保羅話：身體原來唔只係一個嘅肢體，而係好多嘅肢體。有啲身體上嘅肢體，我哋認為係唔體面嘅，要越發為佢加上體面。我哋唔雅觀嘅，就越發為佢裝飾得雅觀。我哋雅觀嘅肢體自然用唔住裝飾。但係上帝配搭呢個身體，將加倍嘅體面俾嗰啲有缺陷嘅肢體，免得身體唔協調，總要肢體彼此照顧。如果一個肢體受苦，所有嘅肢體就一齊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就所有肢體一齊得光榮。我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聯合50年嚟，我哋隨住社會嘅脈搏嘅流動，我哋經歷好多唔體面嘅時候，亦有好多雅觀嘅時候。內部三結合嘅分分合合，包括我哋觀堂堂1堂3點，我哋就知道幾難去 run 㗎啦嚇。有時堂校嘅關係水火不容，
有時好似我哋同觀塘服務處水乳交融，好好關係嘅。有啲堂會因為不和有出走潮，有啲堂會又會互相結合，好似希恩堂就係興華佈道所同小西灣佈道所2001年結合。我哋試過執笠一啲堂會，最初執咗一個叫做尼賽亞堂，知唔知喺邊啊？紅磡啊，執過一個，跟住執過大坑衛斯理堂，執過青衣佈道所，移走咗喺深水埗嘅信望堂。但係同時我哋亦都有個輝煌嘅彼此嘅聯合。25年前記唔記得喺紅館去過未啊？記唔記得隻馬？佢哋話一路行一路喺度屙喎隻馬，係啦，咁啊記得隻馬。咁跟住今年我哋又會有11月底會有彼此嘅聯合。我哋甚至將香港嘅事工嘅經驗推送到去世界各地，藉住香港我哋嘅聯合嘅經驗幫助世界各地嘅人。呢個係內部嘅，即係我哋嘅體面嘅同埋唔體面嘅時刻。喺外部方面，我哋更多體面同唔體面嘅時刻。1980年代，我哋有個牧師因為訛詐行騙去被告，要判監緩刑。我哋亦都有因為牧師係做好社會服務，2012年得過銀紫荊星章。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牧者做過即係好多嘅協進會啊等等嘅會長。我哋亦都會喺社會政治動盪嘅時期成為十字路口嘅教會。我哋亦都喺1980年代發表我哋嘅信念書，我哋嘅立場書，回應1997年嘅回歸。但係我哋同時間喺百靈樓呢個地方，我哋都做過好多次票站投票嘅。我哋其實係喺三結合當中係承托緊成個社會嘅轉變。我哋教會試過被整體社會嘅影響，我哋好分裂，好多嘅對立，好多人一聽到循道衛理4個字就鬧啦。我哋教友亦都有好多次喺社會裏頭被好多人嘅欣賞。今日我哋嘅中院嘅法官都係我哋嘅教友，為香港嘅發展貢獻一分力量。我哋嘅教友亦都做過特首嘅選委，即係我哋其實係分分合合，有雅觀嘅時候，有唔體面嘅時候。但係喺好多唔體面嘅時候，我哋有冇為教會加上體面呢？喺唔雅觀嘅時候，我哋有冇為教會添上裝飾令佢雅觀呢？講個例子啊，其實我哋會長、我哋堂主任林津牧師真係好慘啊！你試下上網 search 林津牧師，好正面嘅，唔係好正面嘅 search 林津牧師，但係你改2個字，又係林津，全部人都係鬧佢。但係你有冇諗過，每一次啲人講又係林津嘅時候，就係講緊又係梁日軒，又係洪添盛，又係朱麗英。你有冇諗過佢就係講緊你啊？當一個肢體喺社會上面俾人鬧嘅時候，其實佢哋鬧緊我哋每一個人啊！甚至唔好淨係諗循道衛理啊，鬧緊教會嘅時候就係鬧緊我哋。所以一個肢體受苦，我哋一齊去受苦；一個肢體得光榮，一齊得光榮。但係今日好多人鬧教會領袖，包括我哋可能都鬧，但係起碼唔好加多一腳咯。喺紛爭當中，我哋有受苦嘅時候，有光榮嘅時候，但係我哋就係呢個教會嘅教友，我哋就係基督徒。所以當有人話俾我哋聽，我哋就係教會嘅一份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呢個就係分裂、婚姻、紛爭3個分。今日係合一主日啊，同時亦都係顯現期第2主日。我想講第4個分，都係嗰個分啊，但係繽紛嘅分。顯現期同埋合一主日有一個共同嘅地方，包括今日我哋嘅3段經課都有一個嘅核心喺度講緊嘅，就係要彰顯我哋嘅上帝。基督教一路要彰顯嘅上帝就係一個又分又合嘅上帝，三位一體嘅上帝就係一個分同埋合嘅奧秘。你都唔知一體三位奧秘嚟嘅，分同埋合都係上帝嘅屬性。而呢個分同埋婚姻嘅分啊，分裂嘅分同婚姻嘅分，都係上帝嘅屬性。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所以今日嘅經課或者顯現期嘅意義，好簡單話俾我哋聽，呢啲分同埋分或者分同合嘅主要嘅目的，就係要彰顯上帝嘅榮耀，見證上帝嘅救恩。保羅話，因此有好多種係同一位聖靈所賜，侍奉有好多種，侍奉同一位主，工作有好多種，都係同一位上帝喺萬人當中運行萬事。耶穌將水變酒嘅神蹟，佢對阿媽唔係好客氣啦，但係最終佢都邁出願意聽從媽媽嘅指引嘅一步，為嘅係彰顯上帝嘅榮耀。聖經話呢個係耶穌所行嘅第一個神蹟，係喺加利利嘅迦拿行嘅，顯出佢嘅榮耀嚟，佢嘅門徒就信佢啦。見到正話保羅講話係要彰顯同一位主，耶穌呢度係要顯出佢嘅榮耀。今日喺聯合嘅過程當中，有起有跌，有雅觀有唔體面嘅時候，有時係情願，有時唔情願。記得前2個禮拜立約嗰個嘅禱文嗰度，有時我哋所做係唔情願，但係要彰顯上主而放低好多嘅嘢。而去到以賽亞書，佢嘅經課就係講到教會就好似立喺山上面嘅耶路撒冷，個核心就係要讓人去見到上帝嘅公義，列王要見到上帝嘅榮耀。呢個就係今日嘅顯現期嘅經課嘅核心。我哋做嘅一切，包括我哋嘅合一，我哋係要彰顯上帝嘅榮耀。相信喺未來嘅日子，可能今日晏晝完咗，或者依家你都覺得好分裂啦。教會只會有更多嘅分裂，更多嘅紛爭。但係喺同一聖靈底下，求主幫助我哋努力走向主國度裏嘅完全合一。相信我哋聯合教會聯合嘅初心，就係喺彼此嘅磨合當中，一齊喺信仰嘅道路上面前進。就好似其實我哋呢個教會嘅設計都係咁嘅。由創世記，我哋透過呢個紅綠紫金四路一路前進，呢度去到啟示錄嘅時候，我哋就喺呢個時間當中一齊邁向永恆，一齊睇住呢個繽紛色彩嘅道路。更加有希望就喺50年或者更多時間之後，我哋都唔知喺咪度啊。當後人評價2025年嘅時候，仍然能夠講2025嘅你同埋我，雖然有好多嘅分裂，好多嘅婚姻，但係我哋仍然努力實踐合一嘅見證，彰顯耶穌基督嘅榮耀，彰顯耶穌基督嘅繽紛。阿門。